咱看到这诈骗的手段是愈来愈蹊跷。伫台南市是发现诈骗集团假做关心公益团体，骗人捐钱就会当参加抽奖，加在民众是有警觉的。警方就强调讲，若准发现这个代志是无啥合理，就要随卡165的诈骗专线，也是讲报案，互警察去调查，避免互人怪去。一开始会叫你弄的那些是要问你，是要让你觉得怎么讲？他们也会先测试你。是。即马诈骗的手法是一直在改变。一个姓朱的民众进前伫 IG 看到讲，只要捐钱予流浪动物的公益团体，就会当参加网络抽奖。伊捐280块予某一个浪动犬协会了后，甲捐钱的收据证明传转去，就随收到假的抽奖连结网址，一届就幸运得奖。那这位民众提供捐款收据之后，诈骗集团表示已中奖，但奖金无法汇入。那民众配合开视讯操作分期汇款后，发现可以到银行提领款项自保。诈骗集团就是利用民众的爱心来降低被害人的警戒。好佳在这个姓朱的民众有想到要先把钱为口座领出来自保，银行的行员嘛紧通知警方到场处理。慈善团体的部分，他的账号为白账号，所以说他利用这种方式来取信民众，然后接下来进行来包装他后面的诈骗手法。另外，台南市乡台嘛掠到诈骗集团假造形成的名拐人投资的案件，伫咧台南甲屏东等所在掠到姓王的主嫌等7个人到案。诈骗集团利用面册来看投资股票的广告，爱被害人依照指示加入赖的投资讨论群组，再搁透过诈骗成员甲线大耳，计共骗到台票400到4万外。案内集团那全国开设几件刑案，专案是移送台南地检署扩大侦办。记者台南报道。